大家好，我係 K 叔叔。今日係 PAD 14週年，同呢個葬送的芙蕾蓮嘅活動合作。咁就我其實都有玩開 PAD 嘅，咁見無無聊聊咁樣整返個抽蛋片。首先嚟兩個係打完佢啲降臨嘅免費抽先。朱石，我頂咁大。水妹都 OK，因為其實佢啲五星金蛋性能頂，雖然係性能，我覺得係性能 OK 嘅，但係金蛋始終有啲唔高興。不過呢條茂利其實幾好，佢哋啲五星金蛋可以做五星戰神咯，做五星嘅隊長咧，打啲某啲特定關卡啊或者咩有啲用。咁而家就直接用石抽啦，都有成，因為14週年送咗好多石啊，都有成300石，睇下抽幾多啦，整個5年先啦。整啲鑽石 OK。水妹嘅 CP，矮人，御姐，有冇大獎？8星或者9星，整啲好嘢嚟，正，肥麟入手 ，good，哇 BGM 嚟㗎，唔講得笑。睇年初4嘅運氣 OK 啊，唔錯，再整多個。師傅嚟唔嚟啊？芙蕾蓮，恩梅爾，魔族，最唔想中就係呢啲魔族，個個玩十字戇居居咁。你班契弟一個二個蒲晒頭，唔要魔族啊！喂，正啊爆！哇！大獎，淨係呢張圖都殺晒，正！性能超級勁，我記得4回合嘅全解。芙蕾蓮，多撚謝你啊！乜水啊？呢條友已經接近唔記得佢係邊個咁滯。咩第一季嗰啲咩考官傻仔，好整多個。仲有芙蕾蓮同埋番茄頭，唉頂3粒金蛋，唔係幾好啦。但係還好冇重複。茂利，爆啦！芙蕾蓮，番茄頭，真係芙蕾蓮啊，正啊！雖然其實因為佢係玩多色咧，其實今時今日唔係好想再玩多色隊，好辛苦。依家 PAD 啲環境極度不友善，對多色隊根本就係。哦，
其實呢條茂利都係變身蟲，我覺得極好笑。好啦，最後抽多一個啦，應該差唔多啦。鑽石頂兩隻重複啊，一隻重複。哇！黐線，全部重複，咁樣就玩咗200石啦。抽多下啦，海底撈月冇恩梅爾同番茄頭，其實都有好多角色未中。咦，大爆轉喎，幾好幾好。最後嚟隻新嘢嚇，原來唔係新嘢嚟㗎。呢條咩茂利燉囧嚟咗幾多隻？3隻，呢鑊真係囧啦。好啦，今日嘅抽蛋片段。應該話今次嘅抽蛋片段嚟到呢度啦，下次如果再有新活動嘅話，可能都會抽下嘅。有機會再見，拜拜。